连续2年夺下台北国际牛肉面节金牌奖的老庞家传牛肉面店，就开在台南美食一级战区的保安路上。虽然开店只有短短4年，就已经累积了许多死忠顾客。离不开的原因，就是为了老板陈正修家传的好味道。肉很实在，对，汤头很赞啊。其实这个味道是我外公传给我妈然后后来就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常在家做这个牛肉面以前同学跟朋友都常来家里吃吃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口味不去外面开店太可惜，真的时候来跟我妈讲说不然你教我，有机会搞不好以后可以去外面开店这样子，这是家传牛肉面的。我会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妈姓庞，所以这是我妈传给我，所以我就跟我妈讲说，不然我就以这个去做店名这样子。一次得奖或许可以说是运气好，但连续2年在国际牛肉面节胜出，这就真的是实力展现。陈正修表示，去年参赛以澳洲牛肋条为食材，今年则是采用更高级的美国带骨牛小排，因为牛小排的肉质带有丰富油脂，每一口都能尝到牛肉鲜甜。高汤则是用牛骨加上番茄慢熬，浓郁牛骨风味，搭配自然的番茄酸甜，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口味很好，它那个肉有没有觉得很特别？蛮嫩的蛮嫩。你觉得汤头很浓郁。像我去年去比赛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店家他们的牛肉都是没有过炒。那因为我在那边花比较多时间去炒这个牛肉，是因为我用的部位是牛肋条。那牛肋条本身油脂比较丰富，你要下去炒过之后，它才可以把它的香味逼出来。对。那如果客人觉得是有些客人会说为什么吃起来有偏酸，我说那个是番茄。对。那剩下就是我们的秘方这样子。对。陈正修不怕麻烦，店内的牛肉一定是先炒过再卤，而且在炒的时候还要时时掌握火候，过程中总是比人多点细节，也许这就是得奖关键。中西区长蔡家福也特别带来市长的祝贺红榜，向市民大众推荐老庞家传牛肉面。要推荐大家一间上好吃的牛肉面店就是咱老庞家传牛肉面店。真不简单连续2年都获得红烧组的冠军所以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台南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台北国际牛肉面节举办迈入20年，吸引全国各地餐饮名店参加。台南的老庞家传牛肉面连续2年在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实在不简单。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